心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九线苏花公路经过抢修，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拄则6点已经先开放单线双向通车。这场地震目前造成13个人死亡，也有6个人失踪。特搜队继续入去山区找找，有发现第3个遗体是21岁姓吴的女性。大甲妈站11点起价，来进行高工8年的进香行程，因为拄好是清明连假，香灯卡超过20万人。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大地震是造成花莲灾情真严重。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地震是造成13个人死亡，目前也有6个人失踪。特搜队伫今仔日是继续入去山区找找，但过天气无好，加上一直有地震尾，搜救行动有受阻碍。也若伫沙卡当步道，今仔日阁发现第3个遗体，确认是21岁姓吴的女性。为天上经营酒店脱困落山的民众，陆续进入指挥所进行健康检查，佮确认身份。受困几啊工作证会当转去，也毋过掉伫山内时不时发生地震尾，民众难免烦恼。这边是不是还是余震蛮明显的？天天有，晚上半夜都有。手机没有讯号。对，手机跟那个网络都打不通，所以很多朋友一直问。一直找消息都看不到消息。花莲地震造成超过100人掉伫山区，空勤协助空投物资，载运民众落山。工程人员继续抢修道路，已经伫天上以西摆渡路桥，会当开放小型车落山，互体力民众较好行。目前也有9人失联，其中姓尤的一家5个人，甲1名姓吴的女子，最后通讯地点拢是伫卡通步道。车六特搜队伫0.5公里所在发现第3具遗体。找到吗？对。搜救犬伫土石堆中有发现，救援人员是用手舀搬开大石头，将遗体救出来。经过身上的证件，确认是21岁失踪的姓吴女子。胡姓小姐的大体是我们的搜救犬发现嘛，哈。那刚在附近也有在做过一个广域的再次搜索，是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相关迹证。伫车库发现的2具遗体，姓尤家小初步透过相片是姓尤的查某人甲伊的大汉查某囝，也毋过无证有完后大石头地着，家属毋望会当量早找到其他3个家人。落实下来是不是在一个某个角落？希望说有在就是救援他们这样啊，那样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期待啦，那样也不希望说怎么样。为着救出遗体，佮找找更较侪失联者，特搜队会设法进驻同期区，只是天气无好，佮不时有地震尾造成山区落石，对搜救行动是一个考验。我们徒步进去，那的确需要有些路段都需要用攀爬的方式才能做进去的动作，没办法说一般的像行走方，甚至有机具可以直接在步道上面做移动。对啊，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为了让山区的人会当对外来联络，司法部的人员今仔日嘛对着空勤，把这卫星设备送到山顶去。空勤协助将设备送去山区，技术人员会展开架设，利用卫星接收设备，提供通讯网络协助，希望让救援会当更加及时。记者综合报道。搜救行动拢无停过，找找外国游客部分一对摕澳洲护照新加坡的翁仔某也是失踪。花莲的警方讲，因2人最后是坐德鲁固观光巴士，毋过毋知影是伫倒一站落车。另外，伫市区的部分，花莲天王星大楼起铁拄工程今仔日是第2天，毋过呢，因为一直有地震尾直摇，所以现场是念咪铁念咪停。记者即摆人伫咧花莲天王车大楼的铁路工程现场，这个铁路工程是为昨下晡5点17分的时阵开始的。这个铁路工程会规工日暝拢有可能爱随时来进行，就是希望这个花莲天王车大楼会使伫2礼拜以来完全拆除。强烈地震和花莲天王车大楼是起甲真严重，车库开始来拆除。工程进入第2天，又一直接受地震，为着安全考虑，先讨论安怎改变结构建起来，一度暂停作业。不断的因为大小余震的变动，让这个结构体，不断的位移，如何去强化安全？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地震余震不断，本来是以人为的观测，那我们现在就是从台北拿了4个自动化的观测仪器。搜救部分也继续进行，救援有2名外籍人口失去联络，是一对新加坡甲澳洲相残国籍的翁仔某。花莲警方讲，这对翁仔某最后坐泰鲁阁线观光巴士，也毋过这2个人坐到一半落车，也毋知行对倒位去。这辆巴士的司机甲车拢伫咧天上地区，也无法度落山，连这车顶敢是去的主机有锁起来，也无法度甲拆落来，继续伫设方法来解决。
下午1点40我们也找到那该名的陈姓司机，跟他做视讯的一个对话，那想了解说能不能提供就是该2名外籍人士的确切的下车地点。那因为就是当天因为人也比较众多，那司机也没办法做详细的确认。2名家属来台的最新动态向本署表示，由于父母年迈，需家人照料，原暂时取消了来台计划。为人盼本署能持续告知协寻2人之最新进展。这对新加坡翁仔某的家属原本有加今日坐飞机要来台湾，也不过家属下晡讲，由爸母坐回需要厝内底人来照顾，所以讲暂时取消来台湾的计划。也不过希望伊面4人继续通知上新的状况。也来花莲县府初5暗时接报，一个英国籍查甫人甲伊台湾一女性朋友，地当进前讲要到花莲来佚佗了后失去联络。经过辖区的警察初6早起去大所在去看，已经确认2个人拢伫大所在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交通，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第3天，早起高速公路是不遮好行。高速公路局表示，车流量是对下晡才开始出现。高公局表示，今仔日高速公路规天的车流量是普通时啊的1.3倍，其中往北的车流量是连假4天当中车上济1天，车是对下晡开始变济，会一直到暗时10点。较大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往北西螺到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还有苗栗到湖口。另外，考虑花莲地东国道5号车是无介济，无用过遐尔塞。所以今仔甲明仔载2天，国道5号高升载管制拢取消。也若台九线苏花公路经过抢修，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伫拄则6点已经先开放单线双向通车，为下晡开始就真侪车伫遐排队。公路局提醒讲，因为现场一直咧落石头，所以今仔日现场的车流消透线会阁封起来。明仔载开始到4月底。逐天只开放3个时段通行。苏花公路路转去第3天，有需要来回台北花莲需求的人，对下晡开始就伫现场伫等咯。走高雄的话太远了，上次从那边过来开了12个小时哎。这样走了省了10个钟头最少。这差很多哦。我宁愿等。初6暗头6点，下清水桥、更便桥抢通单线通车。这个彩更便桥是伫日本时期旧桥顶面精设焊接12公尺长的振臂钢梁。初6担仔架甲暗门涂铺好了后，专业技术确认桥台结构甲新材料无问题了后，开放小型车过。等待现场的车流放行完了后，暗时会再封起来，因为暗时石头会落落来。这趟通完以后，它还会再封起来。对，因为夜间它会掉石头。4月初7开始到4月底，每天敢若放行3个时段，现场继续来补强，为5月底进前开放大型车做准备。花莲地东也造成中华便道真侪所在落石，各管工务段出动7大机构伫抢修，其中合流到9曲洞西口路段总共有3个所在绑落。初6中昼就清好了，也不过因为现场继续落石，会看前方通车。另外，伫天祥这边，初6中昼了后是分阶段放车经过。那后续18点8有一个比较大的灾点那土石方大概有4800方到5000方左右的一个土石方，也是巨石蛮多的一个地方公路段希望可以在明天左右尽量可以把它打通完成。由中华便道沿线以往袂少比车也较大的落石，工务段必须用机械一个一个甲讲开，考虑山区天气状况，看初7、初8是毋是会使抢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大甲妈示警进香，昨暗11点起驾，省20万人到镇南宫参加。今年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做伙换轿出庙门。庙方表示，今年主题是祝福，尤其是顶一日咱台湾发生大地震，妈祖会祝福保庇大家平安渡过难关。放3炮起8炮，一年一度大家镇南宫妈祖9天8暝绕境进香，初5暗时正式起驾。今年绕境拄到清明连假，庙方估计有20万人次参加，现场4个拢是人。暗时11点，由立法院长韩国瑜、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呼叫出庙门。今年绕境的主题是祝福，由3天前才发生强烈地震，庙方讲大家妈的祝福保庇大家平安渡过难关。实在讲起来，咱妈祖婆嘛足灵感、足慈悲啦，所以讲求妈祖就是讲
所有的信众大家拢平安，希望呼吁政府灾后重建，赶快来帮忙，有需要帮忙的人是最重要的。7日早起，马祖乱桥陆续经过台中市的清水沙鹿大渡这行政区，沿途有真侪信众准备要来软桥卡。恭迎信的，恭迎大家电能中很上新六信的现场的朋友来，我们呢记得被软桥开，无爱菜起来吼。马祖乱桥也未到980个街道牌啊，拢摆好啊。中华警方是高度戒备，伫北爆发抢桥民生地下道甲三明路内清出健康的所在，提供乱桥呼救人员甲警方通过，全面防范冲突的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个人做伙去爬南投连高安东军山，因为惊拄地动线路会放弃，全改行水路，撩溪去澳万台，结果呢水伤岔流，险啊流去，赶紧叫消防人员去救，加载是拢平安。专家是建议讲，若是总共拄到这款情形，照原路洗翻头较妥当。这掉石头哎！地震过了后，山区一直有落石，规个硬蓬蓬。大家看到干壁行伫溪床，也是有人伫错流的水中差一点出倒。这5名山友顶伫北南投连高安东军山找过最后一天行程，烦恼进前防灾，甲最近地动了后道路放弃无道通行，决定改行万代南溪水路去澳万代，说是真危险。2个人差一点互溪水冲走，再去7点半左右向消防局发救。山友一行5人登门高安东军，因考量去年8月份卡努风灾及今年4月3日花莲强震影响，担心最后一日行程的既有路线崩塌无法通过，故决定改走万大南溪水路方式前往澳万大。途中因水流湍急无法通过，有2人差点被溪水流走，且有人雨鞋已经被水冲走，便向本局报案。消防局协报甲林业署造成4人搜救小组伫下昼1点接触到登山团，沿途护送通过落石区，甲岔路坠后顺利脱困。搜救专家表示，以登山装备去撩溪本身就真危险，建议山友拄到类似状况，就要考虑原路转去。假如说他们的食物跟体力都还充沛的话，原路折返当然是最好的事情啦。那假如说粮食不够，或者是有队员受伤的话，原地大援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你带着登山的装备要去溯溪，当然这本身就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啊。消防局强调，地动了后，登山路线地质无稳，阁有落石结掉的风险，呼吁民众最近千万唔通从事登山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3月份的时，伊去澳洲访问，嘛有去访问捷克。最近捷克媒体就报讲，萧美琴的车队到布拉格的时，和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军装对调调，险险出车祸。捷克媒体嘛报讲，捷克外交部长已经调见中国的大使。准副总统萧美琴3月中计调去澳洲访问，其中阁应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多切邀请到捷克访问，2人会面是真欢喜。不过，捷克媒体最近报道指出，萧美琴车队为布拉格机场驶向市中心的时阵，有一辆车对伫后边，甚至会弄红灯，差点造成交通事故。负责护卫萧美琴安全的捷克警察保护小组马上查来这台车，发现驾驶人是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军事部门的一个外交人员，不过伊讲是要去附近餐厅吃饭，好人的紧张。不过报道指出，中国一直监视萧美琴，一直到移告到爱饭店为止。外交部已就本案指示我国驻捷克代表处向捷方查证，捷方表示仍在厘清之中。咱的外交部指出，捷克议员咧调查清楚状况。捷克媒体是引用捷克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表示，外交部长已经调见中国大使冯彪，承认这代志免得安尼煞去。捷克政府消息人士阁透露，布拉格当局咧考虑将涉案的中国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无排除将伊赶出境。我们呼吁中国要停止这种外交战狼的恶劣行径。我们更希望民主同盟国家针对中国的恶质行径，一起同声谴责，一起来反制。它基本上是对捷克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这样的一个跟踪的方式，其实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这很明显是不违法的。更何况今天萧副总统他是等于说是捷克的参议院议长所邀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
学者认为，虽然台湾捷克并无邦交，不过萧美琴是捷克的贵宾，中国想要伫民族国家展现战狼姿态，行为是真失礼，未互捷克来接受。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清明连假休煞，后礼拜一要上课啊。不过花莲大地震是造成花莲的学校受损害，其中上较严重的就是花莲女中的综合大楼，壁壁开更紧看现现。最近会赶紧找时间甲拆掉，因为一般的教室是好无受影响，所以后礼拜一会正常上课。也毋过，自这大学有大楼的外壁，也有办公室的设备拢坏去，所以因是决定要延后到后礼拜二才上课，无就是改做线顶上课。外壁铁路落来，条啊变形，铁机也陷伫外口。花莲强烈地震，和花莲路中的综合大楼一楼严重毁损。地震迄天就被判定是贵楼，学校讲会赶紧来改拆掉。2、3、4楼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那1楼它前后两边的柱子几乎每一根柱子都钢筋都暴露出来了。学校安排下礼拜甲内底设备搬出来，下礼拜拆除改建所过至少要2亿，又无影响到一般的教室。下礼拜一就正常上课。也毋过后续的拆除期间，考虑做引这问题，会建议是毋是该线上教学。也若上款伫花莲的自治大学是延后到下礼拜2才到恢复上课。有好几个裂掉，然后有那个瓷瓦掉下来。那教室呢？教室的话，就好像这些的东西掉下来。老师甲行政人员赶紧伫整理办公室内底，落甲规涂骹的册，也有这册柜啊。另外，办公室外口的壁顶面也破甲真大坑。大爱楼部分外壁铁路落真侪来，为着修习这残局，也考虑交通永远无方便。学校讲下礼拜3进前会使晚距离教学。台北到花莲的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嘛，好，那考量到有一些老师和学生，他们可能回外地、回家乡去扫墓，所以一时之间要回来的交通可能有困难的话，那么就是大家在线上或者是实体上课都可以。学校讲，学校内底各大楼伫初5已经大体上复原，敢若剩老师家己的办公室，有计4月中会使全数整理好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4月初7是言论自由日，也是陈南榕自焚殉道35周年。陈南榕基金会伫台北228国家纪念馆有规划特展，今仔举办记者会，副总统赖清德毛到位。南榕不只是伫理念上主张100%个人自由，其实伊嘛是一位行动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家，就是讲现主时的言论自由。虽然讲伫国际上的比较，咱的成绩真好，但是咱有若受到真大的威胁。所以未来528项美庆就职了后，阮有几项重要的工作爱做。第一就是坚决守护台湾的主权，因为民主人民做主，有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人权啊。但是你若无国家的主权，人民都无机会做主。4月初7明仔是自由时代12发行人陈南榕殉道35周年。陈南榕基金会举办100%言论自由、陈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副总统赖清德有到位，伊表示有陈南榕的行动，才有凝聚社会力量，才有今仔日的台湾。赖清德嘛讲，5人控就职了后，伊会继续坚守台湾的主权，检讨过去的错误。新政府也会继续落实转型正义，为受害者平反。来去新竹今仔举办小物的市集，互4岁至12岁囡仔家己做头家，把厝内用过也是用袂到的物件摕出来俗俗卖，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各会当用中国这物件通继续使用。宝可梦，还有小玩具。大声叫卖看真足，叫卖头家竟然是囡仔，而且现场卖拢是厝内用过，也是用袂到的物件。有布鞋啊、衫裤、各二手册，这生活用品全拢俗俗啊卖。家里有一些多的东西，然后丢掉也可惜。那想说让小孩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得来不易的，它其实还有剩余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便宜卖给需要的小朋友们。对，然后除了让小孩知道说，这东西有价值之外，也让他们当了一日的小老板。都带一些可以卖的，然后呢？是没有损坏，有一些是有少的。我们是跟客人讲。主办单位指出，
活动主要是要互囡仔自细汉就培养金钱甲分享的观念，尤其是透过体验，会当互囡仔更加爱惜身躯边的物件，来了解环保的重要。把家里玩过的、用过的二手的玩具啊、衣物、书籍拿来现场跟其他的小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一个爱物惜物跟一个永续环保的概念。活动现场若有趣味的市集，来参加的囡仔，该会捐出一领二手衫裤，交互主办单位捐予绿色团体，若做爱心，把资源再利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去英国有一个老阿公，即马是111岁，伊摕到金氏世界纪录，成做即马世界上上济岁的查甫人。John, I'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at the age of 111 years, 222 days old, you are the oldest man. 目前住伫英国莫西塞德郡一间养老院的约翰·天尼斯伍德老大人，伊超过111岁高龄，才是正式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家族目前全世界上长寿的查甫人，伊认为家己的长寿只是运气好。天尼斯伍德生伫西元1912年的8月2日，迄年铁达尼号沉入大海，伊也经过2摆世界大战、西班牙大流行甲新冠疫情，也是目前全球上年长的二战退伍军人。伊捌伫陆军深水埗任职，也做过送批甲会计师，活超过1世纪。天尼斯伍德也予少年世代伊的建议。Whether you're learning something or whether you're teaching someone, give it or leaving out. Although it's not worth bothering with. 天尼斯伍德表示，家己上珍贵记忆是1942年甲家后布洛德婚的婚礼。因结婚44年，家后已经伫1986年过身。对人生的启示，天尼斯伍德表示，什么代志拄啊好就好。If you drink too much, or you eat too much, or you walk too much, if you do too much of anything, you're going to suffer eventually. 天尼斯伍德人生中2摆会见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女王，搁伫最近一个生日收到来自查尔斯国王甲卡米拉王后的生日卡片。那目前世界上长寿的女性，同时也是世界上长寿的人类，是来自西班牙高龄117岁的莫内拉老阿嬷。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来关心国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是21度至30度。南部的温度22度至33度。东部的温度21度至29度。外岛12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小弟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今次到这个时间，咱再会。